火烧岛，台湾东边的太平洋海面上有一块小岛，伫较早白色恐怖时代，捌关过真侪政治犯。伊即马叫做绿岛。咱若捌入去遐游览参观过，会发现到规块岛的树林真侪，树叶啊也发甲青翠，阁美丽。是安怎较早大家拢叫伊火烧岛咧？原来早前的岛民拢靠细只船仔讨海掠鱼，细只船仔惊大风涌，若拄着歹天、透大风、上大雨的时，就有人会伫山顶烧柴放火，拍信号，通知海面上作业的渔民多注意安全，趁早归旁。就是安尼，岛上放火时，人拢叫伊火烧岛。听讲绿岛原本无人伫住，清国嘉庆道光年间，小琉球人詹开胜有一摆去绿岛附近掠旗鱼甲乌暗床，无意外拄着风台，才会飘来即块岛，大了仔小劈一下。尾后，詹开胜返转去小琉球，招亲情朋友斗阵来遮掠鱼、开垦甲起厝。现此时绿岛上的岛民拢总有14个姓，并无人姓詹，这着爱去继续调查原因，才有法度进一步了解详细。毋捌去过绿岛，这篇文章对吴团结先生的《台湾文萃》第3集的火烧岛改写而成，伫遮表达感谢。